有一个梦想，就是我们希望可以用我们的舞技征服全世界。Breaking， 即马伫个嘉义会当做甲安尼，后摆阮的心中会愈来愈侪人，愈来愈侪人甲阮看。一阵平均20外岁少年家，跳 breaking 的经验都有10几档，伫国际舞台和外国舞者拼输赢，因用跳舞、用信念向世界证明台湾的实力。我的舞就是代表我应该坚持一种生活的方式，若无跳舞我风险我即摆毋知伫倒。因为青春，所以有梦。每礼拜三暗时10点，青春，咱的梦。